連翔道往油麻地方向嘅第3條線喺今日11月23號嘅凌晨1點半終於重開啦。咁到底有咩特別呢？連翔道往油麻地方向本身係一條兩線行車嘅道路嚟嘅，相信第3條線重開係為咗應付下個月會啟用嘅中九龍幹線隧道。中九龍幹線將會喺下個月嘅冬至，亦都即係12月21日會通車。估計會有好多嚟自荃灣嘅車將會改行中九龍幹線，而唔會行龍翔道去九龍灣方向嘅。咁點解我會話係第3條線重開，而唔係第3條線啟用呢？睇翻 Google 地圖嘅圖片啦，一直有條大影線喺度嘅。但係睇翻2011年嘅圖片，呢度其實本身係3條線行車嘅，係2017年開始就見到有呢條大影線喺度啦。估計都係因為當時使用連翔道嘅車唔太多，同埋方便櫻桃街嘅車輛可以直接轉入嚟連翔道，所以當時就直接移除咗連翔道嘅最左線啦。而家連翔道往油麻地方向變翻3線行車，令到本身櫻桃街可以直接左轉入連翔道，而家就變成咗一條讓線嘅路口，變咗來自櫻桃街嘅車輛要先讓咗連翔道嘅車行先，然後再可以駛出呢個路口進入連翔道。咁呢段時間呢，駕駛者就要留意啦，喺櫻桃街轉入嚟連翔道之前，記得一定要望一望先至駛出路口，如果唔係就會好危險啦。不過相信呢個情況唔會維持好耐。喺影片嘅左手邊可以睇到有一堆水馬，估計係喺度進行緊一個道路擴闊嘅工程，估計係會將櫻桃街左轉入連翔道嘅位置擴闊，令到櫻桃街左轉嘅車可以有更多空間加速，同埋可以安全地轉入連翔